中秋连暝就要到啊，这台南麻豆的文旦呢，最近嘛差不多拢已经咧采收啊。也毋过因为进前这台南市风台雨，麻豆的文旦呢，即马产量是剩2成尔，所以会当讲今年是愈抢市。也毋过一寡农民呢，伊是坚持无要起价，真心来交配，甲老客户来维持感情。 在地种文旦超过50档的老果行，就算不幸拄到风灾，产量减少，不过今年也是无起价。规个麻豆地区产量敢若剩2成，照你讲产量少会变较贵。种麻豆文旦的农民今年颠倒因为感情因素，甲价销压落来，选择较原价。风台来对中部、北部、南部、东部拢来关心，这种感情。 用金钱是袂当补的。第二点，我是感觉讲吼，我若无第一声压落吼，迄个价销就起来啊啦。这个农业的社会责任吼，是一定爱负起啦。即阵这文旦市场有影真抢市，像另外一间捌得到3届台南文旦冰柑冠军的果行，业者同款主动甲老顾客参详，希望大家减量买。 互别人今年嘛会使食到文旦的好滋味。又不能说整个都给10个人，然后其他的没有办法分配所以提早我们要应应啊。这个电话是一直在打，可是就是没有啊，没办法，就台风的关系呀。老板娘对我很好，一样是那个数量给我。 所以今年会觉得还蛮感恩的。对对对。目前麻豆文旦大部分采收啊，人客定的陆续咧出货。农会表示，今年稳定价销的策略，嘛是希望维持麻豆文旦的品牌价值。咱这农友的反应，大概是拢无要起价啦吼，因为拢只有这拢是旧的消费者啊，所以拢会维持互消费者食到上好的物件，啊维持公平的价销。虽然今年风灾的扰乱，加在这阵春的麻豆文旦口感风味拢同款真香甜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